早晨，今日來到筷子基台山的交匯處睇一個民生盤，近1100尺，3房2廁，間隔實用，配有3個落地花籠。雜物雖多，勝在房間夠大，仲整咗絕版落地花籠。L 型客飯廳分明，方形明窗廚房，向內圓寧靜，旺中帶靜，空氣都好啲。整體方方正正，只需裝修一下，絕對舒適。總價只係500個多啲，有興趣歡迎聯繫小編開門。謝謝關注澳門理想家，我哋下一條視頻見。